冇懼世事變改，還是越南越愛。好多人嚟到越南胡志明呢，係覺得可以揾到真愛嘅。咁今日就請在座咁多位朋友仔聽我一番良言。越南之行啊，眾兄弟懷揣尋真愛之願景，或於歌樓邂逅心儀之佳人，然切勿相信表象之柔情似水哦，恐陷其中難以自拔。問越南女子啊，但得生計資助，便如影隨形，溫存體貼，令人誤認為係情深意切，實則珠簾不夜，金銀為主，非真心實意。係啊，我身邊確實有啲團友啊，同啲朋友啊，俾人呃過錢，俾人拋棄嘅經歷㗎，真係，唉，世態炎涼，資財豐盈時，人皆稱譽。一旦貧窮啊，則無人問津，此乃世情之常。人心之變啊，不可不知。雖一時之情愫，或可銘記於心，仍須謹記啊。人海中相遇，終將歸入人海。莫把短暫之緣當作永恆之約。願君以平常心對待此番經歷。若遇紅塵少女啊，施予援手，亦當心存善念，勿深陷情感之網啊。如此啊，雖身在異域，亦能心懷坦蕩，不為情所困，自在遊走於紅塵之外，尋得人生之真諦。今日所言已多，欲知越南胡志明之更多信息啊，閒暇之際可再訪吾。後會有期，恭喜發財。